台保時捷卡宴3.0發動機到底要使幾多錢？首先，燒機有3件套係一定要換嘅：活塞環、廢氣閥同埋氣門油封。另外咧就係呢啲好容易導致漏油漏水嘅密封膠圈，包括鋼墊、氣門室蓋墊、曲軸前後油封、噴油嘴膠圈。發動機內部唯一嘅塑料件就係呢啲正時鏈板，呢啲一定要換晒佢，如果唔係嘅話會容易導致正時跳齒。呢啲係火花塞，我哋推薦使用 NGK 嘅，因為保時捷原廠嘅火花塞都係 NGK 代工，作為一個二選件，同樣嘅品質又可以慳翻一半嘅成本。節溫器、上下水管、全車嘅油水全部都要換。輔料都係德國伍爾特產品，知名大品牌，源自德國。我哋喺大修發動機嘅時候，對於零件嘅選擇秉持住一個理念，就係只揀啱嘅，唔揀貴嘅。所以咁樣組合落嚟，唔單止可以保證品質不變，仲可以幫大家慳啲維修嘅使費。我哋再嚟睇下發動機內部要做咩調整。我哋可以睇到呢個拆散嘅發動機內部有好多油泥同積碳，咁我哋要用超聲波清洗機對佢哋進行一個深度清洗。之後呢啲拉缸嘅缸筒一定要進行 CNC 數控糖缸，恢復原廠數據。氣門密封面，我哋要一個一個研磨，恢復佢嘅密封性。咁樣成套整備落嚟唔到3萬，仲有3年10萬公里質保。如果你嘅保時捷漏油漏水、拉缸、燒機油需要大修，歡迎後台聯繫我哋。